后的光落在桌边，咖啡慢慢变凉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次不是重新来过，那些年留下的裂痕还在，只是不再闪躲。窗外人群来来往往，世界依然繁忙。我不确定未来，但我确定这一刻不想走。原来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练习的勇敢。那些年错过的不是彼此，是勇敢。我们还在一起，现在才开始，不是因为有把握，而是终于愿意冒险。如果时间不保证什么都不会变，那至少这一次我们不再